家買樓咁難，一旦擁有，亦都要配合一個好嘅裝修，先稱得上係一個 dream house。呢個位於鴨脷洲南灣嘅單位，實用面積1188方尺，喺2011年入伙。點解咁快就要裝修呢？原來屋主追多咗個 B 女，所以就請嚟設計師為3人家庭一次過變身，做4口子嘅安樂窩。由單位望出去就係深灣遊艇俱樂部，視野廣闊。不過單位雖然大，但係原來原則只有1間房，唔夠1家4口住，所以設計師就首先喺主人房同埋客廳各騰出一部分，做多2間房出嚟。當中2個女嘅房就由大廳部分間出嚟。房間除咗用色偏向柔和之外，亦都採用咗圓邊以及曲線設計去減少角位。另外又喺房間入面安裝圍欄，防止小朋友碰撞。為咗解決小朋友雜物多，喺呢幅紡雲石膠板下面設有升高地台去增加收納空間。而另外一間多功能房就係由主人房間出嚟，同2個女嘅房一樣，有落地大櫃，仲有一個半身櫃，高度比一般矮，方便小朋友使用。而為咗方便將來有改動，半身櫃設計成可以喐動。至於主人房方面，3邊落床係基本，而喺呢個套廁嘅後面有一個大衣櫃。除此之外，屋主亦都訂做咗一個輕古典櫃，日常收納就冇煩惱啦。走廊方面，設計師亦都花咗心思，喺走廊同埋客廳之間加咗一道玻璃門，有隔音效果之餘，亦可以隨時睇到小朋友嘅情況。睇完睡房就睇個廳，由於個廳將一部分間咗做2個女嘅睡房，所以就由 L 字形變成長方形。咁本身呢一間屋個客廳咧係 L 字形嘅，咁就會飯廳嗰埲牆咧，我哋而家就拉直翻去，咁啊令到加個廳就四方方咁樣嘅而家。咁就其實少少嗰個玻璃幕牆都仲有少少糊嘅，但係我哋利用咗花線嘅比例啊，咁就可以令到嗰個感覺嘅話咧，就會係一致翻咯。拉直咗客廳，空間自然更好使。呢個落地大櫃滿足咗戶主嘅收納需要。設計師亦都用咗唔同嘅顏色去分開飯廳同埋客廳，但係同樣可以有統一嘅英倫風。我哋喺呢間屋嘅設計上咧，我哋係用咗英倫風格嘅。咁英倫風格咧，主要就係線條為主啦。咁所以我哋會喺牆身嗰度咧，我哋就會製造咗啲線條，令到個客廳同埋飯廳有自己嘅個性喺入邊，有佢嘅規劃喺入邊啦。2種唔同嘅吊燈，加上牆上線條嘅運用，喺同一個空間裏面，亦都可以有2種截然不同嘅感覺。設計師話，南灣呢度嘅樓底比一般新樓高，先至有本錢可以裝到呢種大吊燈。去到廚房，設計師將廚房門改成玻璃趟門，吧台就變成廚房嘅一部分。而廚房裏面冇太大嘅改動，保留原裝廚具同爐頭，但吊櫃就換上光面櫃門，令到全屋都有煥然一新嘅感覺。廚房入面嘅工人房亦都特別訂做咗上架床，等工人都有自己嘅儲物空間。英倫線條嘅設計風格以及親近小朋友嘅柔和色系，家具用咗光面、曲面去防止小朋友撞傷，而收納空間隱藏喺全屋唔同嘅地方，成間屋俾人嘅感覺就更加型格爽朗啦。今次戶主用咗大約83萬，主要用喺泥水同埋木工方面。